袂少人伫家己关水上乡的田内底挽包心白啊，毋过伊毋是农民，只是一般的民众，听到田内底的菜一粒只10块，赶紧来挽。我才差不多20颗。哇，那这样花多少钱200块啊！开到这60块，安尼会好无？会啦，过年就会使加菜啊。嘛有妈妈带囡仔来田内底收包心白啊来实际体验，囡仔摕刀仔来刮，再放伫地仔内底，感觉真趣味。我自己采的，哇，很棒！我采3颗。你猜第几颗了？第3。果农也很辛苦，然后像剩下1颗才10块钱，对啊，很便宜啊，顺便带小朋友来体验。民众办甲真欢喜，毋过农民看甲真伤心。今年为了钱加上运费起价，原本一粒袂使卖50块的包心白啊，产地价那个剩12块，即马送去果菜市场一粒敢若剩6块，农民想想的贵起一粒卖10块，肯互民众来买。大家嘛去，去肥啊去，这真正做到强要哭。农民讲，目前包心白啊大出将近3分地，大约种4000粒，已经挽5成。希望民众过来买，卖互因真正拢赚无钱。你订阅华视新闻了吗？赶紧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还要到我们的脸书粉专按赞追踪哦。